不能把出马这一点了，但是我其实讲了就切大技术啊，讲了的就是我弄的是我弄的这个啥东西不是吧？有才那个我为那等那就很全部不是掌握要来这些了，但是我切大技术，但我说的年这半都就那每年都开了没，我是看原相机的片子些啊，原相机的些能大就是这个每年都有弄等那就我他妈的好了嘛的，就这样了嘛的，对呢，我现在就切大技术啊，得了，就是吧？哎，要么那人。人那得养马是个其他女士，人们的牛么个事？啊，上去都干嘛去7-8个是个？我的天呐！干嘛一直在这天？当我找我刚刚去给了大家看啊！哎呦，真的要笑死了，姐妹们！没想到这么干，干嘛一直在这天啊？当然今天，爸爸那时就中午就老没有的这个，但底下那个的，等那钱是中午是，国家设计钱是就没有的，效果等那中午门个的钱去对的。那就把带着那个安东不见，但当然想嘛住点什么菜大技术，但想嘛住点是当我效果那没什么能的呢。今年成3万，这我说俺东北的的，他可讲俺东北的就在专门要来的，等那才是要去门口这个，得等那的，这只要当我牛么个啊，当我你想嘛住点菜大技术，这要的真的等我吃谁，没有那得去牛么个，是不？一人出了这人这3个来跟我，不能把出。